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7章，所有破相，也是有下族的牛羊，恁毋通献互上主恁的上帝，因为安尼做是上主所厌恶的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城，若有人无论男女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违背伊的约，去服侍敬拜上主所禁止遐的神明，甲日头、月亮、天顶的万象。若有人甲恁讲有人做即款代志，恁嘛已经听到，就着详细调查。若果然是事实，真正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有即款可恶的事，恁就将迄人拖去广场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若有2个也是3个人出来作证，就互迄个人死。若简单一个证人，就毋通互伊死。证人就先出手钉伊，然后证人下手互伊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。伫城内若有恶得判断的案件，无论是杀人，也是烧过，也是伤害，恁就去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请问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值班的审判官，伊会指导恁着安怎判决。因伫上主竞选的所在指导恁的，恁着照安尼做；因教示恁的，着照安尼遵行。因对恁的指导，甲对恁讲的判决，恁拢着照安尼做，毋通偏左偏右。若有人骄傲毋听趁服侍上主的祭司，也是审判官，迄个人着互伊死。安尼，恁就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拄起即款邪恶的事，众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搁骄傲毋听趁。选立王的条例，恁进入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占领的地，伫遐徛起。若决定要亲像4位的列国设立王治理恁，恁一定着设立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人做王，着对恁的同胞设立王治理恁，毋通互毋是恁同胞的外国人治理恁。王毋通为着家己加添真济马，嘛毋通因为爱买较济马，互人民倒去埃及。因为上主捌命令恁讲，恁毋通搁倒去迄条路，王嘛毋通带真济嫔妃，则免伊的心受引诱离开上主。恁嘛毋通为着家己累积真济金银。王开始继位的时，就照利未人做祭司的所保存的律法书，为家己抄写一份，这份就下伫王遐，互王一世人读，通学习敬畏上主伊的上帝，遵行这个律法一切的话，甲所有的律例，则免伊自个看轻同胞，离开这个诫命，偏左偏右，通互伊甲伊的后代久长治理以色列国。